世界万行台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黄平晴。今日来到这好山好水，这个所在是倒位呢？哈哈，小等才小解互你看。不过，咱今日要来找两个少年人，甲因的这个爸爸妈妈来遮咧拍拼，创啥物呢？这是有机的苦茶园，但是你奇怪，苦茶哪会变做安尼一条一条？这是啥物？这四季的槟榔长哦，这安怎来？顶头拢一寡鸟仔收，这个蕨类呢是安怎是安尼？这什么故事？苦茶油的故事，来找两位少年人伫遮啦！你。来，恁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观众朋友好，我是制服。请制服迄个制服，不是啦，地坡哦，治哈，学以致用的致，杜甫的甫。地坡来，这位。大家好，我是生庆，生日的生，庆祝的庆。生庆啦哈，不过你是台大农化所。农化所，农化所。你是伊朋友，朋友所以恁两个到底哪？我两个即马做伙来遮种苦茶安尼。恁的人生故事，小等用后才讲吼。你先甲咱小解一下，头拄我已经讲，这个这个鸟仔树安尼，这鸟巢蕨嘛。但是这本来是槟榔树呢，吼。你拢甲头死哦？拢甲头死啊？你安怎甲头？因为吼，朋友哥你第一届来国城吗？还是？无，我来足一届。来足一届。二十几档进前第一档的时阵来遮。咱国城吼，你安尼甲看过？满山遍野。满山遍野，敢若山，但是你搁详细甲看吼，拢槟榔。所以咱国城上大的这个作物就是槟榔。但是吼，咱知影其实槟榔对咱人体有伤害，有直接的伤害。我30年前食到喙齿拢萎去，对，拢加出去。系啊，是啊，所以唔通学哦。敢若食槟榔，伊就是会互咱口腔癌有直接的关系。所以其实阮就希望讲，因为槟榔是阮早期爸爸妈妈拍拼事业的时阵来种的啦。迄当阵足侪人，足侪对家己来遮种，长好。头拄仔车顶甲我讲，一粒迄阵是长好时，嚯，28块呢。是对，算粒的呢。对，你看遮有偌济槟榔安尼。但是尾啊，其实是爸爸感觉讲，伊种这对人体可能有革命哦。你这可能有革命哦。你先甲咱讲吼，你安怎即摆安怎甲头死？帮你来看咱这。哎呦，阮这是山坡地，你要互槟榔死有两个方法，一个就是直接甲锯掉，就抓好死。好啦，安尼有三个。锯掉，直接锯掉。但是阮这山坡地边拢搁有已经有苦茶丛啊，所以你若安尼锯，拢会去地伤苦茶丛。袂使。所以另外一个方法是，你看一支槟榔长长吼，伊无侧枝对无？代表伊的生长点干那一个，就是伫树心。树心。所以方法就是咱甲树心破坏掉，甲破坏掉。破坏树心，要安破坏？直接用迄个咱种空的。甲种一个坑，所以你看咱这个槟榔即摆有一个坑无？种个头吗？唔免，你种甲树心就好啊。是噶。对，种甲树心。然后呢，因为咱对一丛树仔来讲，伊有一寡是足需要的营养，干那需要一点点的营养尔，迄个微量元素。所以我用微量元素足高浓度的微量元素，互伊注死安尼，头死，对，像盐啦，会食伤多，哇，对，像盐，伊就会肥伤啦，了后你种药就落，拢无头都拢无啊。但是这鸟仔树的这，敢是恁爸去种的？无，伊这自然来的，因为吼，其实槟榔每当拢爱喷足侪农药的，尾啊，阮注掉了改有机的方式来种植。所以其实这个环境、这个空气好的时阵，这蕨类伊就会家己来附生，伊就会寄生伫这。我跟他又好啊呢。
系啊，伊是一个空气的指标啦。咱家算做空气好，才有这种物件。才有这种蕨类，嘿对。哇，这生个真招文呢，逐处都有呢。几乎逐处拢有啊。哦，敢若迄个集体公务安尼，大家拢带遮。对对对。啊，但是煞来应该是鸟啊啦、蝴蝶啦、鸭啊啦，啥物拢来啊。对对。因为以前种槟榔的时阵吼，大家采收槟榔拢会先喷迄个芳药啊，互芳麦来。无啊若无你采收的时阵拢定甲密密麻麻嘛，所以有机了后，这芳啊、蝴蝶啦，拢转来啊。哦，讲芳就芳落来。哦是啊，但是恁遮草偌大片啊？遮土地五甲地。五甲恁这两个家己去挽哦？阮两个啊，爸爸妈妈做回来安尼，就是差不多阮4个人。阮挽啦，啊喷草啦，啊修剪花啦，像即摆是修剪花的时阵，就是拢差不多土长安尼啊。嘿，对对对。哦，我甲受到就骹软。5甲啊，恁两个啊，搁爬山，因为你这个你拢毋是平地呢，拢山坡地。你有算过安尼一工头照顾几丛？一工哦，无算过吼，不敢算，算不了。啊，你是安怎苦互骗来？我们就是，其实疫情那一年呐，我们本来拢伫台北做工课，疫情咱就回到这中部的山区，安尼较安全，因为拢无人嘛，阮拢无厝边，啊，免挂嘴烟，哎对对，嘛无邻居，所以阮就是。逐工伫厝的内底啊，线上会议啦，开会了有一工，阮就行落来土地园。啊，迄当阵树啊，差不多才细丛尔，啊草比佫较悬。迄阵是恁老的就开始种啊？嘿，已经开始种啊。哦，所以你毋是算讲完全革命啦吼。这树啊已经第8冬啊，对。啊，阮转来时阵拄啊第5冬，啊，所以迄当阵啊树啊才细，啊草足悬。所以阮落来看嘛，树啊拢去互草暗着，啊，阮就想要运动一下啦，啊，就开始咧喷草安尼。所以行上错误的一条路啊，毋是错误啦。对，行上这条路安尼。哦，对遮开始啊。对遮开始。但是你一般吼，观众朋友可能对土地吼，敢若知影土地油，是，毋知影讲这是土地丛啊。像阮兜吼，嘛种一丛，开红花，我睇相片你看。你看这叶啊，甲对生吼，啊，这共种的啊。因拢是山茶树的啦。哦，你爱听清楚，山地属的吼。刚属的。但是我迄种袂出油呢，我家己戆戆吼，想要钱吼，啊，去买机器吼，钱无一汤匙啦。啊，恁这通常恁爱钱，你操要安怎来估计讲这种种的？咱这什么种？叫这是大果。大果的，其实像边山茶树的吼，有足侪种的。像咱啉的茶叶嘛是，伊嘛是山茶树的，但是伊的籽就克较无油，细粒克较无油。啊，有一种专门伊的籽内底拢油的，叫大果油茶。啊，另外一种叫小果油茶。咱台湾就干那这两种克较有油，啊，就干那这两种会使叫做土地油。所以咱这是大果，啊，这个恁的品牌。对，小岛大果，伫小小的岛会使结出大大的果安尼。而且哦，我知影因这真牛开花。是。因来一了吼，3粒4粒在那烧蒸。系啊系啊。啊，你爱疏果无？爱，像即马冬天这个时阵。丛较无咧生长的时阵，阮就爱开始家收花。我若想讲，一工爱差工作偌久的时间？一工还好啦，一工嘛是7、8点钟安尼。豆豆做5家呢？啊，像头拄阮安尼山路来吼，我讲我拜托，这山路拢是海拔线安尼爬来爬去。对。你嘛安尼爬来爬去？爱啊。啊，阮遮海拔差不多800左右。800啊，其实较悬的海拔对土地伊算是高树果树啊，较悬的海拔伊日夜温差足大的，所以对果树其实是较好。对。我看这叶啊就知，是这青树，这有当过露水的。哎，对，嘿，这早晚拢有露水啊。你看，敢若像一个透明车。
油擦安尼哦。啊，因为已经都开花了，所以朋友大概你会使看到，这细细粒啊，毛毛这就是果。哦，开始啊，嘿，开始啊。这阮兜的嘛是生咗安尼，都开始拢安尼，小像小像，啊生足久。对。啊，阮囝咧戆戆，阮咧戆囝哦，爸爸，啊迄哪安尼生3、4个月拢未开花。我戆囝，啊，这就结籽啊。嘿啦，对。哦，啊是真开花安尼。所以恁这真科有机有经过认证哦。哎，对，阮规个园仔地拢是经过中兴大学有机验证的。你甲咱讲吼，有机偌困难，因为我所知有机是还是足困难的，爱什么条件哩？有机上困难的条件就是一个是绝对袂使除农药啊，过来是咱落肥嘛爱看，就是落肥干那会使落有认证过的有机肥，化学肥料完全拢袂使。哦，嘿，所以咱肥料就是拢爱经过。我看到恁2桶咧创那个叶肥啊。对，阮拢叶肥。啊，迄是啥物物件？迄是微生物，就是讲阮希望树仔会使生了健康，生了好。树仔要生了健康，生了好，毋是直接互伊肥料，阮是希望甲土壤顾好好。啥物叫好的土壤？一个指标就是微生物啦。哦，糖啊，微生物。嘿。蚯蚓啊，微生物加豆菌啊，对，豆菌啊，微生物啊，因为微生物吼，伊的代谢物就是咱植物会使直接吸收的肥啊，所以阮拢也微生物易肥。你甲咱小小解一下，你咧看这地面上吼，是，这我看这真侪种咧吼，这有真侪种哦，这也有蕨类吼。是。哦，这叫恰查某，咱台语叫恰查某。恰查某嘛吼，这有通啊食呢。嘿，对，伊嘛是一个药用的杂草啦。吼，嘿，对。啊，佮有迄是紫花藿香剂，对啊，紫色的迄花，迄嘛是药材呢。对，藿香剂啊。嘿，对，原则上吼，喷草拢袂喷到底啦，因为这草吼是互土壤会使保温、湿度。最重要的，所以恁拢斩草不敌根啊。嘿，对，绝对袂使甲根挽掉，互伊较慢安尼。嘿，对，莫甲伊抢，嘿。哦，这有机啊，所以包括着土壤，恁来测量。土壤最重要，对，嘿。啊，若慢的时阵呢，我实在是真好奇的，恁慢的时阵是手工落去慢。土地种嘿，一定拢手工，一粒慢。你甲我算个。你大约啊吼，按一丛要慢偌久？一丛哦，伊若是一丛差不多丰产的，阮一个人差不多爱慢5分钟吧，5分钟、10分钟来哦。我想，而且你这徛的所在无卡咯。对。啊，佮行啊慢。对。上无一丛要10分钟吧。啊，有当时啊，阮伫遮慢，啊，你爱搁360度安尼洗一个，啊，佮顺一件安尼。对。你收了会买命呢？足够工啦，土地足够工。这敢有可能佮较这个效率佮较增加？那平地其实会使啦，平地较好做工课，但是品质无一定。啊，山坡对，就是你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其实山坡地对土地最好，因为土地一定爱排水下水最好。啊，咱山坡地排水拢足紧。所以这天生自然的物件。是啊。但是恁开始做，你讲疫情开始，是到大嘛吼。对。啊嘛，差不多4、5档。4、5档。吼，恁经过这个内面，你感觉是慢上畏难，还是什么代志上畏难？除草吧。喷草上。嘿，喷草上困难。喷草。嘿。安怎讲？袂甲伤着。啊，有当时石头会扑起来呢。嘿，对，拢爱做细粒啊。就是咱原则上，阮喷草就是派喷草机啊。啊，就是你派迄个足重的，啊，搁爱行伫这遮粗的山坡地顶悬，啊，搁袂使甲树仔伤着，啊，搁袂使喷甲伤大底。啊，就要扎一个力呢。对啊。第一档是用手呢。哦，阮第一档用手，嘿，一丛安尼顺过。啊，就真正咧爬山啊！个人拍伫山啊！阮规片安尼喷了
第一个开始扑的草啊，搁发起来啊。创完拄好生起来。哦，因为卖命咧吼。恁这工具来小解。这是镰刀嘛，这是爱铺草的，铺草的，这是要修剪剪花，对。啊，有一寡吼，像有一寡树啊，较粗的，爱用锯啊，连锯安尼锯。所以恁这完全手工无电动的哦。无。哇无就恁两个人无开手，恁佫无佫请，是因为讲不要紧，我就慢慢来做，因为这种商品。是会大出，还是讲无拢渐出来？这种商品吼，伊是安尼渐出来啦。所以就差不多10月采收的时阵，阮时间较赶尔，因为咱采收一定爱紧采收了后，紧互伊晒日头，过来就爱开始制。迄阵是较暗。对，迄阵上暗，迄阵的工课上暗，无其他的时阵。两个人敢有够？迄当阵，阮的有一寡好朋友啊，想要来体验爬地址的，会来啦。要挽地址的吼。来，叫电话吼，0800嘿，再来。对。啊，因为阮即马嘛有咧做一寡食农教育，所以以后阮可能会邀请大家来体验挽土地啊、爬土地安尼。这有影。对啊。哦，他主要阮这同事来吼，毋捌来这连咧落车的时阵，听到吗？打劫无算好，毋捌行过遮，或者认捌这个真济吼环境的代志。哦，我这个看来真济芳的吼。对啊，嘿。芳啊拢会来。芳啊对土地足重要，尤其是即马，因为授粉一定爱芳，土地伊爱异花授粉，所以爱异株授粉，嘿。毋是即丛，爱别丛，爱交别丛安尼，而且有法度授粉结果。所以伊这本身本来就有查甫嘛，有公的有母的嘛。伊本身应该是无，反正伊就是爱无共株安尼去授粉。伊是属性是安尼吗？属性是安尼对，共株嘛是会，但是成功率足低啦，结果率就真低啦。对。阮兜迄丛煞真够结果无怪，再拢无油啦。对，伊共株嘛是会啦，但是就是较。我小等结束啦，甲恁炸一个细丛的。袂使，这细丛拢互你摕转去。我就叫恁遮来甲我斗板。哦，真正规丛发啊，真严呢，真够。我迄丛草才粗啊呢。哦，我当初时我草6担呢。草起草14担，初来的时阵安尼啊，是，因为10几担啊，14担啊，但是我用白地啦，你个人讲吼，你家的槟榔是，油菜拢完全拢偷死啊，拢偷死啊，5公顷拢偷死啊。阳光基金会甲恁的关系，你让讲一摆，互咱来了解。是因为吼，大家知影阳光基金会是咧。关注咱颜面损害啦，大家知影口腔癌是颜面损伤的其中一个，所以阳光基金会当阵想讲要安怎杜绝这大家食槟榔，上有效的就是对源头卖互槟榔根出来，所以找着恁，所以是阮找着因，因为阮拄开始转来做这土地的时阵毋捌嘛，所以阮就四界去上课。有一届伫上课的场所当中，听到因执行长讲，因有咧做槟榔肺炎转做的福德，所以阮就安尼熟悉起来。因都有一个足专业的农业团队安尼来教阮讲，这土地爱安怎种，槟榔爱安怎甲注掉安尼。所以这地些拢对这阳光基金会来，足侪拢对伊遐来，对。伊嘛是最好事呢吼。嘿是。爸爸来啊，安尼去啊。嘿，恁这两个吼，这后生甲因这朋友吼来的时阵，你有感觉讲，这要来害我的槟榔丛，但是我知影是你本队就开始咧种。对，迄阵是安怎想的讲，这度可能爱收，还是讲无你要退休啊，就爱有一个交替，安怎想？迄阵就是其实青啊换真大丛啊嘛，我78年就开始来种啊。这就老丛啊呢。
啊，到100几年遐时阵哦好像101年的时候，迄已经20几年的青啊，你迄时阵若青啊要去爱，咱就要定正，咱就要先种细丛落，细丛挖开了大丛才撤掉，才通接合吧。对，啊，无你就迄年就无通谈，就无通收。啊，迄时阵阮太太就讲，这槟榔唔好啦，也毋是好物件，莫去种啊。我啊，你若无要种槟榔，咱就爱种别项。啊无后摆即块山吼，我即块山是私有的啊，下山变废山去，拍远去就无路用去啊。啊，听到就心肝智慧啊！我头讲啊，无咱来种土地，吼，迄时阵拄啊，迄个食安风暴嘛，啊了，伊就讲安好，无来种土地上，啊，从迄阵才种土地。所以我头有问伊啊，你这算做家庭革命？还是讲无啦？恁是慢慢啊，大家啊有志一同啊咧。其实我是想较慢的啦。啊，囡仔咧想想，交要换就较紧者安尼。啊，尾我就是互因影响。啊，有更加会相当的恁。袂，囡仔嘛真听话，我若安怎讲，因就讲安怎。但是我有一个关键，我要问吼，就是讲，咱即马全面性来做这个课题。是。咱以早当年吼。我来算，即马算粒一粒那4块啦。这敢有趁会拍会得？袂好啦，嘛是收青啊较会好啊。吼，这土地又要收有限啦。啊，做青啊，咱也免做啥物工课，冇人，咱就家去喷草，啊去收成，去除药啊。啊，土地毋是啊，咱那个喷草啊。我看伊安尼，一张啊做啊，对啊。真辛苦啊！啊，但是你安怎想，这少年人这价值观，啊，甲有当趁家，这两项代志你是安怎？因为这个少年吼，一向对这社会吼，因就感觉讲要有真正面的能量啊，对动物啊，对土地保护啊，因足重视啦。啊，所以因来做这就下因的艺术啊。咱吼若做咱家己欢喜做的工课，你做袂忝。啊，所以咱都要讲吼，你若缀着芳蜜吼，你蜜芳吼，你会找着花啦；啊，你若缀雨神吼，你找着变数。你甲我讲话，正下来。哦，所以咱就是花即嘛吼，拢靠蜜芳来啊。是啊。哦，所以这价值观吼，这咱人的社会嘛是慢慢转变。对。吼，啊是大家也知影讲，尤其应该头头也甲我讲甲阳光基金会有咧合作。有啊，阳光基金会。我是歹势讲，我少年时阵。嘛是食槟榔食啊，规喙去拢胃，拢加喙齿啊。是，所以槟榔毋是好物件，戒掉，莫用啊。所以这，但是其他同业竞争性，即摆恁感觉咧？我感觉大家的品质啊，照顾土地的方式，拢愈来愈行向较好啊，专业化。嘿，因为市面上真侪中国来的吼。食了一个油艾味呢，对，臭油艾，臭油艾味。我食恁兜的拢无。我坦白讲，咱毋是咧做工商，是。我毋是咧做商店啦吼，我是讲真正，这食了吼，袂感觉哎呦，这是这食这对这涨啊钱的油安尼。因为土地吼，咱这是物理性炸油嘛，所以你这个原料的新鲜度第一关键，决定性伫遮尔。啊！你中国大陆运来到咱遮，1个2个以后的代志是啊，迄一樽仓内底迄个吼，生果创啥你唔知影。哦。啊，有诶籽已经臭香去啊，但是你无看到生果哦。细个看错。而且油脂就差真济去。咱台湾咱是很慢的，很处理，这处理的过程也足严谨的。你像今年的第1就真歹啊，今年土地油。哦。因为今年咧采收的时阵拄啊落雨嘛，落雨风台无就泡啊。哦，所以伊这啊，敢若醉酒共款，有这 vintage 概念。是啊。哦，啊，咱若个精致化吼，咱就讲啊，今年是 vintage year。啊，这2年的哦，啊收藏起来。油嘛袂当安尼收藏啊，油新鲜把它吃掉。就来啊。就会使，但是卖使来表示讲这个 vintage year， 啊，其实今年的量较少，较珍贵。卖使安尼讲。吼，对。
土地油吼，你都要一这款的环境品质才会好。平地的品质无咱这款的不了。是，啊，我这日夜温差很大嘛，这若下晡时有烤崩菇，农产品若是日夜温差真大的所在吼，生出来农产品拢出产。所以你看我咧比赛用酒店啊，就有影。因咱天阳讲吼，这个环境真好，这日后啊发展的这个前景还佫真济。少年啊处理啊，爱问个卡卡少年啊处理。是啊是啊，因发展也真好啊。短短3-4年的时间，安尼吼，已经打出一片天地出来。啊，即摆拍会得袂？恁两个同时拍会得。日子会去啊，食会饱，食会饱啦。啊，食健康诶。当然讲，我是看到恁后面啊金光闪闪嘛，这吼有价值性的物件吼，一定行有路。所以我头有讲，你缀着蜜蜂吼，会找着花。哎，对着好时找着便爽。啊，咧台湾的价值就是安尼嘛。对。哦，恁的名叫做小岛大果。哦，就是安尼嘛。小小的岛，小小的心愿有一个大结果。对。哦，但是哦，小等还佫一拍，伊甲咱讲吼，这苦茶是安怎创，安怎处理，安怎料理，安怎来食，安怎来品，才知影这个价值性。是。哦。啊，慢慢啊，这知识会当流传，啊，大家会当了解讲，哦，这个苦茶油，咱就知影讲，意大利啊就橄榄油啦，西班牙橄榄油啦，显然咱这袂讲比拼，对不对？我先问一下，互观众朋友来小想一下，伊的起烟点差不多几度？苦茶差不多250度，超过。已经甲这阿瓦卡多差不多啊咧。甲这个洛梨的这个是哦，260度差不多啊。是哦，这是真好的油呢。是哦，所以啊，咱小等哦，过来斗阵，过来看这苦茶油的形成。好的苦茶油哦，就是啉起来不会很油腻，很清爽。啊，佮有小可坚果的味。台湾家己生产遮好的油吼，应该行入去日常当中。啊，这炊卵就是咱平常时上会食的。对，啊，佮做简单做的。阮有一个希望嘛，就是有一天这苦茶油会当成为台湾的国油，就像橄榄油至于意大利一样。那以后世界上讲到苦茶油，第一个想到的是台湾。好。你看到吃的，虽然阮这唔是什么玩家啥，但是吼，必须要有一个结果，吼，唔才会叫做恁哦小岛大果，哦，要有结果，有结果当然爱做食的，会当食，哦，啊看了知影讲，哦，这是要创啥物？哎，你甲小解释这4项嘛，吼，是，但是爱先讲这，爱先啉一次苦茶油，我逐工早起就啉一次，来。这色质小可无共款的吼，嘿，哦，你先品看卖。哦，我去年啉的共款，我真正袂富气，恁这拢真歹买呢，比这橄榄油的色质搁较好，你看吼。对啊。好啊，恁甲我教。好，咱要品油的时阵哦。先用手温杯，好，这个油的温度较悬一丝啦，伊的香味就会较出来。啊，另外一只手先甲按掉咧，互伊的香味伫内底安尼。差不多30秒。感觉温来安尼的时阵，咱就会使先品伊的香味。稍等。哦。搁较出来，香味就会较出来。啊是会使啉的。啊片咧，嘿，咱就会使啉一喙安尼啉。小可一喙。啊吼，嘿对，可能你会使叫输一寡空气入面。咱就敢啉红酒共款。对。对。安尼伊的香味就会伫你的口腔内底搁较扩张安尼。哦，有影有前后味出来，啊边仔的、周边的、喙齿的边仔，对。啊，
好的烤地油吼，就是拎起来不会很油腻，很清爽。啊，还有小可坚果的味。对，这真是好油啦！哎呦，夭寿啊！你嘛出量较多者，我咧一罐我逐工啉一次，啉一嘴我就差30工就啉完。是。对，有当煮只面线，哎，讲到面线，这3项4项，你来讲者。因为吼，咱一般人咧食烤地油吼，拢差不多大概知影就是烤地油就是爱拌迄个面线啊。阮今仔希望用较无共款的角度来教大家讲烤地油的料理。吼，想要先介绍咱来食烤地油的风土。可能大家你听到风土这2字，这2字是对法国的铁化。对，你有够厉害。啉着烤地油会晓讲。对，这所以法国的什么物件一定爱食伊的风土。一定是这红酒啊，对，是红白酒啊。对，所以无共款的所在，伊的气候啊，伊的海拔啦，伊的品种啊，拢会影响到这支酒的风味。是，烤地油共款。所以咱先爱来食一道代表咱台湾这个时节的风土的料理。哎呦，柑仔是，这个时阵拄啊好咧出柑仔，佮有出迄个气泡，是草莓啦吼，气泡，台语叫气泡。咱国性的气泡是差不多咱台湾第2大的产区啦。有影哦，大家唔知啊吼，也最用气泡，甲咱伫苗栗。是对。其实咱国性嘛，对。哦，即马这个时节出的这个水果，咱国性家己的油，这就是食风土啦。对，咱大家若有机会去意大利啊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，橄榄油真有名嘛。因遐西西里岛嘛，拄啊好出这个柑仔，加兰奇尼。对。啊，佮有开心果。因若介绍因的橄榄油，一定会互大家食这道料理。是。咱来讲讲比拼的，食看卖哦，试看卖吼。啊，你无要食吼？歹势哦，你喊你来，你食。对。哎呦，干，有影，唔是我咧演，你就摄一寡盐，对，提味，才造出来。这道料理嘛有够简单，柑仔切切的，撒一寡盐，一寡坚果类的物件，淋一寡烤地油，新鲜的烤地油。哦，这高级性的，安尼就好食，佮健康。咱这是铁化。过来呢，第2道就是因为咱一般印象中烤地油，敢若就是士大人叫咱有胃病的时阵爱啉啦。胃啊，嘿。也是人生了囡仔要补的时阵才会使食的。但是阮感觉烤地油，咱台湾家己生产遮好的油吼，应该行入去日常当中。所以过来介绍这道，就是食咱烤地油的日常。这炊卵就是咱平常时上会食的东西，对，佮做简单做的。加另外一个产区的，拄则啉的是南投的，咱即马来啉花莲的，甲台东的，无共款的铁化是。这炊卵吼，咱尤其是即马冬天的时阵，透早时早顿小小的卵，顶悬淋一汤匙的烤地油，安尼就足够味的啦。佮好食。这素的干贝，是素干贝。这好油哦，好的油，互你上天堂啦；歹的油，互你落地狱啦。今年我无甲你骗。对。因为一般咱台湾足侪人的印象当中，烤地油就是有一个草油味，无就是做浓郁的安尼。是。迄是因为较早人吼，烤地油一罐足珍贵的嘛，大家唔甘啉，所以都下足久，下到迄草油爱弄出来啊，搁咧食。你哪讲我哪食哦？对。没，我他这个讲，你咧做主持人，那一直咧食，食咧刷嘴呢。是啊。你刚才出来，迄素干贝是啥物？这样。牛角咖，
金针菇有够厉害。这金针菇用一寡烤地油落煎煎的、煎煎的，就会变成安尼素的干贝。对。哦，恁两个有卖哦，过来。咱先讲这好啊，这嘛是来食烤地油的日常。吼，咱烤地油除了安尼直接燃以外了后，其实咱家己伫厝的吼，煎一寡菇，放一寡生菜，咱甲烤地油吼燃糖，燃一寡柠檬，辣辣咧，就是一个酱汁啊。吼，所以咱食这道沙拉，啊，这酱汁就是用一寡坚果啊拍互脆安尼。哦，你无甲我讲，我唔知影讲这是烤地油。是，对。哦，一加糖啊，做温沙拉的感觉。对，啊，掺一寡柠檬安尼，伊就是另外一款无共款的酱汁啊。哦，恁平常时拢食这哦？我平常时拢食这啊，但是无摆个遮水啦。哦，安尼我就知影讲恁两个是安怎会调去食啦。哦，是这样。这马铃薯。对。啊，搁金枣。嘿，对。即摆上流行。对啊。金枣。我做酒。哎呦，啊，这真哈呢。哎呀，足哈的。安尼层次就较丰富。有影，这真正真爽脆。是。哦，啊，袂负担。嘿啊，就是食最健康的啊，大家平常时伫厝内拢个最容易做的一道料理安尼。所以你这产品的组合性真悬。是啊。哦，哎，安这汤。啊，上尾一个吼，是因为咱烤地油其实是咱台湾最有文化的一个油，吼啊，过来刷落来，咱过年要到啊，啊过年一定爱啉一碗真补的汤嘛，烧汤，啊，这碗就是咱当年菜叫番薯落去控的汤，当年菜番薯，对，啊要啉进前吼，咱燃一汤匙仔油，安尼汤就会感觉足饱嘛。足饱满的，哎，愈香，哎，佮愈香，佮食会着愈营养。说个，哎，你是面汤，哎呦，哎呦，是，尤其是吼，恁这两个，这有卖呢。这真正这食素的人吼，因为素汤吼真麻烦，就是为了要有油脂。拢物件先你煎过，是，对。啊，结果其实拢咧食迄个油爱味，是，对。哦油爱味爱什么去压呢？胡椒啦，对，落去压。啊，你其实吼，你啉炒一碗，敢若真好食。但是你刷来物件拢会肚，对，这味。哦，这真正哦，今仔有学着。这就是要食烤地油的文化。安怎讲？讲到我先讲一个别的吼。我请问彭仁哥，讲到橄榄油，你第一个想到的国家是倒一个？意大利啊。意大利对吧？啊，不过产量上大的其实不是意大利，是西班牙。嘿，所以这个处境其实跟台湾的烤地油有小可同款。安怎讲？就是市面上的烤地油吼。95%拢是进口的，为对进口，为中国进口。好，那台湾家己种的烤地籽差不多5%尔。5%。所以，我们要赢的吼，不是数量，我那边的不是数量，是品质。对。而且咱有这个食这个物件的文化。对。像意大利人只吃特级初榨橄榄油，人大家厝内底一定拢有一罐特级初榨橄榄油，最的妈妈拢一罐。对，最好的油，他们都留着自己吃。对，然后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宣传跟教育，让台湾人更知道咱台湾烤地油的好。然后我们有一个希望啦，就是有一天这烤地油会当成为台湾的国油。可以成为台湾的国油，就像橄榄油至于意大利一样。那以后世界上讲到苦茶油，第一个想到的是台湾。我来考一个问题吼，
树脂内面吼会进油的物件，其实伊的这出产量唔是介悬，但是伊在世界各国的这油内面，伊特殊的所在在哪里？咱烤地油吼，伊主要是种子油啦，经济的吼种子油。啊，这个油吼，伊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就是咱即马讲的 omega 9，含量足悬的，上悬。我会感觉我所知是上悬，对，上悬的。啊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人的身体心血管足好的。你看我这老人哦，来挂这啦。不是来看血啊嘛！今仔日迟到就是哦，昨仔半暝吼，心跳足啊，哦，跳，啊，全紧食药啊。是。啊，迄食迄药啊，其实是爱困药啊。困过头10分啊，车帮关袂赴。心血讲哦，拢是爱食这才是啦。是。我看大家食。但是你啊，它还有一个风味轮。是。你讲互咱听，除了欧米伽9以外，啊个这是安怎讲？过来就是吼，你提你讲咩？过来就是因为咱头拄有讲，咱台湾吼要拼的赢进口纸，主要就是爱品质好，风味好，所以阮即马主要拢是对单一产区出来的油。啊，单一产区出来的油，你就会使食到遮尔济风味，咱南投的风味，花莲的风味。苗栗的风味，大家所在出来的油的味拢无共，拢有特色。哦，所以你意思是讲，比如讲咱来南投啊，可能是偏倒一边安的意思嘛。南投的可能芳开是坚果香安尼。啊那苗栗小果的可能伊就是较青草香的，就较无共。哦，迄风味就会差。这就是你他讲的切化，黑化风土啦，对。哦，就是这。是。所以咱来看这个风味轮。对。哦，你看，食这烤地油，唔是干那沙面线，因这两个少年了，真正有够搞的。这个包装安尼吼，你看到个太阳下骹，哎呦，对，互日头安尼日头拍者，会变色呢，会变色呢。是。哦，有啊，变较青，啊变较黄，吼。对。你连包装哦，你想过吼？啊，这里买环保的壳啊，吼，啊内面佫一张纸，你甲我小解者。这拍开了后咧，一张纸，吼，这纸是啥物做的？大家有看吗？这个是我们园区里面废掉的枯萎的槟榔叶的纤维。哦，槟榔叶的这个纤维啊，我们把它撕成细细的啊，做成这张纸。这个纸呢，包着这个烤地油，就是象征新旧产业的交替，就是槟榔的优雅退场啊，烤地油的崛起。对，哦，就老新那边来去啊，啊，你换新的安尼，啊，你那加油。哦，啊加啥物油？加烤地油。哦，啊食啥物？食红糖。是，对。哦，但是我他讲，你多元性吼。除了这个食的物件爱推广，我大家了解讲，咱要有自信心。对。哦，咱台湾物件本地就有伊的开发性，有这个未来性。对。啊，未来咧，恁家己安怎想？当然，因为阮即马大家真介意这种食农教育嘛，啊无就是森林疗愈嘛，因为阮遮拢是森林啊，吼。啊，所以阮希望过来刷落来，就是阮脚步徛在了。邀请大家入来这个森林，入来这个烤地园，了解咱台湾这个做原生的物件。哦，所以就是深度的旅游，对，深度的了解，对，更加了解咱这烤地油的文化呢。啊，烤地油对身体就好嘛，啊，大家走入森林，对大家心灵嘛是就好，就疗愈的。所以咱是希望大家。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，都做健康。对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唔是买阮的油，干那食到健康啊，就是咱会使嘛会使透过包装，互咱家己感觉哦，看了足水的，啊心情足快乐的。啊，伊会使像一道阳光安尼，放伫你的厨房内底，放伫恁兜内底，啊陪伴你12个月安尼。来遮呼咯，哦，洗液，哦，心灵洗液，啊嘛身体洗液，哦，啊嘛是。这食药，
对，咱来讲食育教育吼，但是其实嘛食育啊，食欲教育啦，欲望的欲啊，哦，欲望的欲，我是较好过，但我看它有一本，一本是啥物物件？这本吼，因为阮的园区定义是槟榔废园专做油茶的园区嘛，吼。这恁做的吗？啊，不是，这是迄个阳光基金会做的。哦，是因创的。对，啊，我嘛就是讲，阮希望阮家是一个示范的园区，啊，若有农友伊嘛希望会使，伊嘛希望槟榔废园啊转做油茶的话，阳光基金会有出一本专门咧教人安那废槟榔园安尼，你会使参考一步一步甲你教。对，内底讲到足详细，就具体的。哦，思考的起源啊，槟榔废园啊，申请特性啊，实践哦，啊，敢若省钱。对。哦，啊，甲你教真条文呢。对对对。哦，啊嘛有互你思考讲真正实际性，你有通讨继续过来讨食。是，对。哦，对。这其实哦，这应该大家爱来推广。对啊。啊，慢慢来了解。哦，虽然伊有伊家己本身槟榔的文化，比如讲原住民嘛有槟榔的文化。哦，啊，但是咱来注重咱家己的健康。哦，啊，减少一寡，以我自身来做例。吼，那食甲喙齿拢歪去。哦，不过吼，上尾的时间吼，我知影你是有去故宫食头路过。是。啊，你去读农学院，啊，啥去故宫去食头路？我伫故宫的头路吼，毋是一般，就是咱印象中的文书工作，嘿，啊是文书工作。故宫内底有一个叫科学检测的实验室。啊，因为我较早读的，就是拢会用即寡机械来检验一寡物件啦。啊，即马只是换一个物件。以早是检验土壤啊，遮啊，正换检验即块碗安尼。对。啊嘛检验人生啦，检验我人生。按你咧，我是读大众传播的。啊，我正经是伫日本教育基金会。哦，日本哦，日本。哦，所以恁，但是我坦白讲是志同道合，还是讲本来就朋友啊，哪行哪跟哪行哪想的共款，拢共款，安尼在行这条路。因为阮较早，阮是较早做食头路熟悉啦，啊，所以阮食的头路其实差不多大家观念拢真像像教育啊。我会问这个问题，就是讲吼。真侪少年呢，伊家己真孤单，有这个想法，唔知影讲，我这想法对啊唔对，要去找啥人讲，对。啊，要安怎找到同志、同伴，哦，啊，要来行啥物路？这一路上吼，你上尾要互少年人一个建议，讲你若幼稚，啊，要安怎找？要安怎找资源？要安怎来斗阵啊行咯？哦是，脚踏实地行。是，其实若咱以做农的这地来讲的话啦吼。其实政府拢真推广青农，咧有各种的资源咧，互青农，所以大家网络上拢就会使最容易找到的。啊，搁来就是农会，因嘛拢有迄种青农联谊会，所以你若感觉你家己一个人，你想要找人来讨论来讲的话，青农联谊会嘛是一个最好的管道安尼。是。真资源真济啦，上尾一个问题啦吼，伊毕竟若要做农事吼，嘛爱体力，嘛爱意志力。啊，恁这我听人讲，恁这两个应该是，若讲是庄脚大个人，可能也半饲了过风啊。是，对，吼，那风啊嘛。对，是。啊，是安怎有这意志力？啊，有这体力，莫讲恁少年啦吼，要爱如何锻炼？这种意志力，我感觉上重要是你家己有兴趣做，啊，你若有兴趣做的工课，你就会愈做啊，愈有兴趣，啊，就会愈有热情，啊，这就是咱意志的来源啦。我感觉上重要的是，你要清楚你做的代志的价值、价值。你知影你做的代志是对土地、对人。对社会、对世界，拢有好的影响，你就会愈做愈开心。这较重要，是，才有通啊，才有记载落去吼。对，虽然爸母拢有咧后面咧甲恁捌顾，是，有咧甲恁斗相共，但是最重要还是少年人家己嘛。
世界万象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。即少年人吼，冲，甲即个旧物件吼，有即个新意思，而且吼旧底，即个家己吼印象真歹，即个本能甲废园了后，新的意义吼，啊，甲世界会当结合，这吼就是咱新台湾的意义。哦，真诶真欢喜，两个吼少年人，希望哦，这10年了后，恁遮吼又佫无共款的风景，谢谢，新的风土，感谢。感谢。